今日帶大家行下呢個芭提雅週末夜市。呢個唔係以遊客為主嘅夜市，好多本地人收工或者放假都會過嚟行下，有得食又有得買，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寵物專區，一齊入去睇下究竟有咩玩。呢個夜市官方冇統一嘅中文名，最普遍就係叫芭提雅週末夜市，因為最初呢個夜市只係週末先至開，後尾發展到平日都照常營業。不過有一部分鋪頭都會揀週末先至開嘅，所以如果想睇所有鋪頭開晒，最好揀週末先至過嚟。佢嘅位置喺芭提雅嘅南部，就近 Outlet Mall， 離中天海灘比較近。如果坐 Grab 或者雙條車都可以到。呢度嘅美式檔口選擇就相當豐富，除咗各式嘅地道泰式小食，仲有唔少嘅西式小食啦，連麻辣燙、牛雜呢類嘅小食都有，口味就多種多樣，可以照顧到唔同人嘅口味。今晚我就試咗呢度嘅牛雜，幾十泰銖一個款，可以揀自己鍾意嘅部位，口味偏向廣東嘅風味。如果食大餐食得悶，不妨可以試下。成個美食區域嘅規劃都好整齊，攤位之間嘅通道空間都好足夠，唔會好逼人。嘢食亦都選擇好多，應該可以滿足到唔同口味嘅需求。呢個夜市嘅範圍好大，一共有4個主要嘅出入口，2個喺馬路邊露天嘅位置，另外2個就喺室內有蓋嘅位置，出入非常方便。
呢度有蓋嘅室內攤位範圍，就算好天落雨都唔使擔心。不過今日唔係週末，所以有一部分嘅鋪頭係休息。入邊賣嘅貨大多貼合本地人嘅生活所需，大部分嘅貨都可以講價。除咗日常嘅衣着，亦都有好多充滿泰國本土特色嘅服裝同埋小飾物。遊客都可以喺度揀到手信送返去俾親戚朋友。攤位之間嘅通道相當寬闊，行起上嚟一啲都唔逼。好多檔口嘅設計都好有本地特色，慢慢行下，經常可以發掘到一啲性價比高嘅好嘢。行出嚟外圍嘅露天攤位，對比室內區域，外圍嘅空間更加開闊、通風。行起上嚟，整體嘅氣氛會更加輕鬆自在。呢個夜市面積相當之大，室內加埋外圍，行一個圈都要唔少時間。唔好行得太急，可以放慢腳步，慢慢行，感受一下芭提雅本地人嘅夜市氣氛。呢個夜市開放時間係傍晚嘅5點至夜晚嘅11點。呢度星期五至星期日會比較旺。如果鍾意熱鬧，可以揀星期五至星期日先至過嚟。行完外圍，行返去入面一個好特別嘅寵物專區，亦都係呢個市集最大嘅亮點之一。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品種嘅小動物，同時亦有各式各樣寵物用品同埋玩具。好多本地家庭或者情侶都會過嚟呢度睇下小動物。呢個專區其他遊客夜市比較少見。呢個夜市以本地人居多，部分攤檔只收現金，記得帶多少少泰銖過嚟。買嘢可以大膽講價，好多都有議價空間。
今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嚟芭提雅想體驗下本地人嘅夜市，呢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